孩子长大了，虽然还是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是和父母亲没有话聊，不贴心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啃老族啊，真的是情何以堪。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钱学森，2005年那时候他98岁，98岁。当时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去探视他，他问温总理：“我们中国这么大，这么多人口，有这么多的大学，为什么100年来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？为什么100年来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因为学校过度的重视教知识，而严重的忽略了品德和智慧。就算把体制内的所有课程统统考100分，大概也很难教出真正的大才。所以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请各位家长好好的思考思考。在这里，我要再次的提醒各位，方向很重要，方向很重要。我知道各位家长，您都很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很多家长他自以为是的爱，把自己弄得很累，孩子比他更累。这就是因为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。今天上完这个课程之后，我们要回台北，当然车子要往北走。如果方向弄错了，就越走越远。所以做任何事情，一定要先确认正确的方向，然后你才去努力，这才不会走冤枉路，才有机会成功。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啊，我要先确认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就是王才贵教授他经常讲的，读经的社会是有福的，读经的家庭是有福的，读经的孩子是有福的。孩子的福气从哪里来呢？父母给他的，老师给他的。因为一个孩子不会主动跟老师说：“报告老师，我想要读经。”他不会主动跑到读经班说：“我决定来这边读经。”他不会的，一定是家长或者老师让他读经。哪一个家长听懂读经教育理论，让他的孩子读经，这一家的孩子最有福了。哪一个老师听懂读经教育理论，让班上孩子读经，这一班的孩子最有福了。哪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听懂读经教育理论，让园里的孩子读经，这100多、200多的孩子又通通都读了。所以，我希望透过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朋友的努力的宣导，很快的让台南市的孩子都来读经，让台南市的孩子都很有福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一起来努力。那么，我老远来到这边，肯定不是来找麻烦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我今天要向各位报告的、要介绍的儿童读经教育理论，它是教育的经济学，它是一种你只要努力一阵子就可以快乐一辈子的教育方式，是一种可以让孩子很快乐、老师很轻松、家长很满意的教学方式。今天你听懂了读经教育理论之后，您就知道，哇，原来教育是这么简单，原来要培养一个天才竟然是如此的容易。从今以后，您就不用再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烦恼了。所以，我真的要恭喜各位了，真的太有福报了。我们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就是王才贵教授，我们习惯称他为王老师。他是读经教育的首倡者，20年来在两岸、在世界各地推广读经教育理论。王老师去年4月28日到6月18日，这50天，他把整个中国大陆绕了一圈，在15个城市举办了52场
大型的公益演讲，所到之处人山人海，他的真诚感动许许多多的人。但是我觉得大陆的朋友有点太过分了，把王老师这位65岁的老人家当45岁在用，50天办52场大型演讲，不是在同一个地点，在整个大陆绕一圈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认识王老师，这10几年来，我看到他指导过很多的博士生，一个一个早就都升到了教授，他自己是副教授退休。王老师这么有学问，这么有才华，他怎么会是副教授退休？因为他不愿意花时间写自己的生本论文，不愿意花时间在期刊上发表他的文章，这要耗很多时间。他没有退休之前，不要说寒暑假，一个春假就跑到处去宣导，没有时间。他认为，当今这个社会，多一位教授，少一位教授没有关系，但是读不读经关系重大。他甚至在3年半以前就申请提早退休。那时候很多的亲友劝他，王老师再等2年吧，每个月可以多领一点退休俸的。他说，再等2年，多少孩子又要被耽误掉。我很敬佩王老师，他的奉献让两岸渐渐的重视经典文化，让读经的风气渐渐的普及。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这么简单的儿童读经教育理论，其实里面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段落，都有着王老师的汗水跟用心在里面。一个人几十年坚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了不起！我想借用各位的双手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王老师。听课的时候鼓掌是一件好事，很棒，因为它有很多好处。首先是对主讲者的肯定，主讲者受到鼓励，就会越讲越卖力，越讲越精彩。第二，手掌里面充满了穴道，你用力的鼓掌，带动气血循环，对各位的健康很好。最重要的是他在做功课，可以让你身边本来想要打瞌睡的朋友，眼睛亮起来。所以今天的课程，如果你有感到一点点的认同或者感动，特别是我拿水杯要喝水的时候，请你不用客气，大声的鼓掌，谢谢。王老师他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奔波？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欣喜如焚呢？因为他看到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，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。普遍的大学教授都有一种感叹，觉得台湾现在的大学生程度是每况愈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难道是政府不重视教育吗？难道是老师们教学不够认真吗？还是家长不关心？当然就不是。我们的孩子更是全世界最辛苦、最用功的学生啊！学校下课只是到补习班去了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孩子的程度会变成这样呢？这是不是都在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教育真的是出了问题？几十年来，很多国家他们都在做教育改革。教育为什么要改革呢？因为教育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，没有达到应该有的理想，所以要改革。但是几十年来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教改成功过。教改所以不成功，是因为他们都只在教育外围的枝微末节去修正，没有掌握教育的根本核心，没有按照教育的道理去改革，没有按照教育的道理去改革，所以教改不会成功。今天的教改过了5年10年，
就会被下一次的教改把它改革掉，100年来都是如此。那么是教育的道理很难吗？为什么就偏偏不按照教育的道理去改革，就不按照教育的道理去做呢？其实不然。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他说：“同体一太极，物物一太极。”整个天地宇宙是一个太极，天地所创造出来的万物也是一个太极。太极就是理，道理的理。所以整个天地宇宙是一个道理，而万事万物也都有它的道理。小到一个水杯有水杯的道理，大到治国平天下也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现在为什么台湾有很多人民众觉得政治不清明，国家不太平呢？那是因为官居高位的社会佼佼者，他们明明知道治国平天下的道理，却不按照他们知道的道理去做，于是国就不治，天下就不太平。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很难吗？其实不然，几乎每个老百姓都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所谓大道至简，因为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教育的道理也是一样，很难吗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了教育在痛苦在烦恼呢？其实教育道理也是很简单，很容易明白，只是办教育的人就不按照道理去做，就把教育就做坏，就失败了。教育是一种良心的事业，是一种百年大计。教育是要为孩子这一辈子的幸福来负责任的。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孩子，孩子他会长大，所以不管任何阶段，我们教给孩子的内容都是要他受用一辈子的。不是幼儿园只负责教他这2、3年用得到的东西，不是小学老师只负责教他这小学6年用得到的内容，不是的。做老师的要用心的去想一想，你仔细想一想，您现在教给孩子的这些内容，对孩子长大之后有没有意义，有没有帮助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虽然在体制教育的规范限制之下，您是否已经尽心尽力的去补救了呢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份老师，当父母、当老师、当校长的要有良心啊，而这个良心就是你要按照道理去办教育。如果你按照教育的道理去办教育，教育就不会有问题。那么家家户户都可以出好子弟，每一个学校都可以出好学生，这个国家就人才辈出啊。当国家人才济济的时候，其他各方面当然就顺理成章，政治一定清明，经济不会泡沫。所以教育它是一个核心，教育没有办好，其他各方面跟着就会产生问题。所以，不管各位您结婚了没有，不管您现在有没有小孩，请你都要很专心的听我底下要介绍的儿童读经教育理论，因为他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优质成功的现代父母，他教我们怎么很轻松很容易的培养一个天才，他可以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，为国家民族来培育真正的文化大才。读经教育它是顺乎自然，是从人性所开展出来的。